麥當勞進駐香港已經50年，為咗紀念呢一個里程碑，佢哋喺全港各區擺咗50張麥當勞叔叔長凳。佢哋仲喺西九龍重現咗一間1970年代嘅懷舊麥當勞，遍佈全香港嘅呢50張長凳，每張都印有一個 QR code， 只要掃個 QR code 喺 App 度登記。如果你係最快集齊所有長凳嘅一班人，你就可以獲得1年免費嘅巨無霸。喺西九龍，麥當勞仲開設咗一個展覽，展覽入邊重建咗1975年香港第一間麥當勞嘅原貌，配備埋舊制服、舊包裝同埋當年餐廳嘅格局。為咗將成個活動串聯起嚟，佢哋發佈咗一套短片，透過第一任經理嘅視角，重述咗當年開幕第一日嘅情況。長凳、展覽、短片，呢唔單止係一個生日派對，而係一種令50年歷史再次活現眼前嘅方式。你嘅品牌會點樣回顧過去呢？